接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靠故乡的手路菜翻转人生的故事。今年54岁陈文玲，伊捌做过会计，薪水真悬，落尾因为银行做生意失败，欠啊离园，结果上失志的时，户头敢若剩76块银。有一个机会，伊阵啊甲厝内传承的红壳酱掺入去卤味，送互亲情50来做伴手礼，互人学到家的得知。45岁决定家己创业做头家，研发无掺一滴水的红壳卤味。来，你好，哇！看板无讲真响目，一间开伫咧巷仔内的店，规早起人客一直来，大家拢是为着因的红壳卤味来的。它昆布它退冰之后哈，它会脱水，变薄变脆，然后里面都是乳汁。外皮卤甲油金的招牌卤鸭翅，外口的皮真软，内底肉嘛真 Q。较细鸡的卤鸡翅口感完全拢无同，鸡皮卤甲真食味，食起来真甘甜，鸡肉嘛真软，用喙轻轻啊蹭，鸡肉甲骨头就水分开。查某人客上爱是这味，有真济加一个红壳鸡肉，卤甲食味，食会着卤汁，趁小食，食落就散开。冰过了后变甲 Q 底底。豆干看起来真普通，不过煞是真有人气的商品。落过豆干，红壳卤汁为豆干的芳走入去，加落去，佫有汤流出来。三特别做的番姜粉，食起来嘛袂讲伤咸。吃了之后还想吃第二根，第二根吃完之后还想吃第三根，手就是感觉摸起来就想要吃那个东西啊。对，它不粘牙，外头会粘牙。不像外面一般市售，它可能有加一些像化学的酱料啊，吃起来就会觉得吃完就觉得嘴巴很干。那这边的话不会，然后就是直接当零食吃都 OK。其实这个好滋味的后壁有一段心酸的故事。陈文玲本来是咧做会计，因翁做生意失败，派加千万的债务，落尾佫顾咧算股票，尾啊两个人行到离缘，离婚的时阵口座内底敢若剩76块。我是带着存折的76块就离开了。离开之后，我只知道我一生的功夫，我觉得我不会饿死。手艺真好的陈文玲，因为一届机会用故乡的红壳来做卤味，结果亲戚朋友拢足学落的，就决定用红壳卤味来创业。想袂到，佮拄着诈骗集团，真无简单，甲人组织欠落来68万的创业基金，拢哄骗了。尾啊，伊甲政府贷80万，开始伊卤味的事业。为着互大家卤出来卤味，口味甲品质拢同款，伊佫用3个月时间来建立 SOP。因为我知道我只是家庭的卤法，这个第二次再卤出去，这个味道就一定会变啊。所以后来我自己就关起门来，整整的3个月，不眠不休，几乎一天睡眠只有3个小时。伊的红壳卤味捌入选桃园市10大伴手礼，佫得到劳动部微型企业创业开模的肯定。我是个性是不服输，然后也没有去想过说我有什么困难，每天都有一堆的问题等着我去解决，然后我就不断的超越。面对人生所有的难题，陈文玲拢唔惊挑战，用组团的红壳来录故乡的口味。嘛靠卤味，甲信心找回来，互后半世人的人生更加精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